恭敬来听。感谢上帝恩典，予咱伫主日会当同心做伙来敬拜上帝，也欢迎咱上年大学的师班甲所有的朋友、甲主内兄弟，咱同齐做伙来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伫你恩典疼痛的中间，阮所欠用的拢到额。但伫主日，阮的心灵较无上帝的圣殿，亲像鹿翕无溪水，来到伫主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为着要得到怜悯，得到帮赞，得到安慰，得到快乐。愿圣神甲阮伫地，也通过阮所领受主的话，通成做阮信仰的帮助。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咱的社会共同关心的焦点，就是塑化剂的问题。想讲伫过去，咱食几啊10年的面包、饮料，甚至加工的食品，最近才知影内面有塑化剂，互咱的心真惊吓甲不安。根据统计，台湾人的身躯甲美国人的身躯比较，迄个塑化剂，咱加美国人5倍。安尼咱就知影，咱徛伫个环境的中间，咱成做一个消费者。咱应该争取就是食品的安全，甲咱所食食的健康。对这不法的商人、的生意人，咱爱提出咱的控告。台湾人是一个真重视食的民族，虽然伫台湾世界所有出名料理，伫台湾拢食会到。安尼住伫台湾实在是真好。虽然台湾话一句话安尼讲，讲有问的食甲脏水，无问的食甲凊腿。虽然台湾人看到物件就是要食，但是日本人的文化就是读册的文化，坐车、坐电车就是读册。就是美国人是旅游的文化。休困放假，就是专家要来到遐度假，要来遐佚佗休困。这是每一个国家有无同款的民族。咱生活伫一个真竞争的社会，伫这个竞争的中间，咱若无努力的争取，咱有时阵会互人来气煞。虽然伫这种真压力、真紧张的环境内底，有人坐车坐到扑爱座去困，因为有老人伫迄个中间无欢喜要让位，因为真无简单才坐到一个位，开车为着要争取这个停车位，是头入去的人先，还是尾仔入去的人先，两个人就开始冤家，因为台北市的停车位真无简单。6月份也是学校毕业的毕业生，常常有人安尼讲笑讲，毕业就是失业，为着要吃头路，也非常的打拼，爱争取。做生意的，到伫逐所在去投资，嘛充满紧张甲惊吓。所以当话嘛一句话安尼讲，讲坐轿的化艰苦，长轿的嘛化艰苦。毋知要安怎才是好，就是伫坐轿内底互人讲，嘛感觉坐了腰酸背痛；啊，长轿的出来的嘛感觉长了真艰苦。做人实在是真艰苦。虽然是活伫一个充满竞争、争取的环境内底，咱看伫旧约，伫创世纪13章。伫这个中间有记载，
阿伯拉罕甲伊弟仔罗德的代志，就是因的牛羊真多，上帝甲伊祝福。总是阿伯拉罕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两个人伫遐冤家，有搁要更较有，所以伫冤家中间，两个家族本来是亲情，伫遐变做气氛一败。这就咱想到伫咱每一个人的本性对出世甲成长，拢是充满伫这种的争取的过程内面。咱的厝内底老囡仔，是大人做爸爸妈妈出国转来，一定爱买两个玩具，两个玩具拢共款。那一个较大，一个较细，两个就冤家。谁人伊较大，我较细。有时住伫安养中心，阿公阿嬷买菜嘛真辛苦，买冷锅、买柑仔拢爱平大粒。谁人伊摕较大粒，我摕较细粒。所以伫咱的环境内底，咱看见伫成长的中间，就是这种情景。所以，着人伫争取的过程内底。有时阵人用武力来解决，有人用拍官司来解决。总是咱知影，人千算万算毋达着天一位。对则咱讲，阿伯拉罕甲罗德，因两个羊群、牛羊、神济中间咧冤家。阿伯拉罕就安尼讲，安尼罗德你先选。你若选正平，我就选倒平；你若选倒平，我就选正平。罗德选到一个较好的所在，是有水泉、嘉南水的所在，总是无拍算。伊就渐渐进入到伫亲像索多玛的罪恶共款。迄个上好的所在，去罗德手去。阿伯拉罕只有无法度选择。总是上帝伫迄个所在，就甲伊祝福讲：你的囝儿孙要亲像天顶的星、海的沙共款遮尔多。今咱徛伫信仰的立场，咱要争取的是啥物？应该是共同正人会关心的利益，爱看做是要紧。人权、民主、自由。公义，这就是咱应该争取的。20世纪，美国一个黑人的牧师 Martin Luther King， 伊是黑人，总是伫黑人的中间，常常互白人甲伊看见，甚至白人掠黑人做奴隶。所以伫遐，这个黑人真恩牧师，伊就提倡。人权，无论是黑人，无论是白种人，无论是黄种的皮肤的人，拢会当平平享受上帝人权。所以，这个真恩牧师一个真出名演讲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有一天伫上帝国的内底，所有上帝的人民拢会当和平做伙徛起。”这是一个真感动人的一个演讲。徛起伫台湾，对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了后，基督教会开始关心台湾这个土地，为着国民代表会当直选，甚至总统的直选，甚至立法委员的改选。真正才会，互咱看见，徛伫教会信仰的立场所爱关心的，就是人的尊严、人的人权。今咱基督徒用各种的方法，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可能咱也甲兄弟姊妹做伙咧争财产，老爸老母过身去啊，咱伫遐争财产。通过今日信息。要甲咱做伙分享的一项，就是咱爱关心的一个、爱争取的，就是有价值、有永恒意义的代志。
咱来关心的就是有价值，是永远有意义的代志，这个咱所要注意。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伫我所带拜五的查经班内面，读到伫这段圣经的中间，有真侪人无法度了解，为什么人信耶稣是要得到平安、喜乐、幸福、快乐？为什么耶稣伫这个所在讲，你唔通掠走我来，是要互恁得到和平，是要伫地面上动刀兵，要互囝甲老爸、查某囝甲老母、新妇甲大家，因为无共款的信仰带来对立，实在是真好得了解。所以咱若伫圣经查考的中间，咱会当了解，伫这段圣经内底，主要所要表达的是，一个家庭的中间，因为有人信耶稣，有人告别耶稣是咱的主，总是因为伫家庭内面，父母拢是传统的信仰，拜妈祖、拜观音、拜土地公等等。有一个囡仔伊信耶稣，所以伫这个家庭内底，无法度伫传统的信仰内底会当共款，因为信仰无共款，价值观、生活的方式无共款，就伫家庭的内底带来一种的冲突。耶稣基督福音带来伫家庭无共款的信仰内底，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甲生活方式。所以我毋知伫咱中间，伫你厝内底，你是父母拢是拜拜，敢若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毋知有无？你举手一下我看。有一部分拢是这种的情形，感谢主会当摕落来这就是主要所讲的，家庭的父母拢拜拜，拜祖先，拜神明，就是敢若一个你信耶稣，伫迄个中间就会带来一个紧张。甚至伫迄个中间会有冲突，伫迄个中间。台湾教会历史我发生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就是台湾初代教会对1865年马雅各牧师，也是讲马雅各医生来到伫台湾传福音的中间，无偌久所发生这样代志，就是伫闽乡。这个嘉义闽乡庄骹有一个青年，名叫做林学忠、林学公，伊细汉的名叫做林赤马。后来信耶稣的故事，有一天，这个林赤马兄弟经过到伫嘉义的所在，看见一间礼拜堂，有真侪人伫遐做礼拜，伊就好奇，想要进去看内底到底咧创啥物货。入去了后，当时伫嘉义教会中间有一个传道，名叫做吴义，艺术的艺，吴义传道。伫礼拜了后，这个林赤马兄弟对拄则伊所讲的信息真有趣味，就是来甲这个当时的传道人吴义来甲请教，也因为安尼，互伊通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伊就伫遐决意要信耶稣。上帝感动伊的心，圣神就掠调伊的心，互伊这个读册人通伫遐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经过一礼拜了后，哇！伊逐天咧想这个代志，逐天咧思考这个代志。一礼拜前，伊听见这个福音，伊真感动。所以伊后礼拜搁去，经过1个月，伊搁去。每礼拜，伊拢到伫这个嘉义的所在去参加教会礼拜，总是真困难的代志，真艰苦心的代志发生。就是这个林学忠兄弟的家族，伫当时伫闽乡是一个望族，是一出名的家族。总是呢，有这个囡仔走到伫教会去做礼拜。哇！这是一个陪祖陪骨。一天，伊老母逐天都伫神明红架桌顶的头前伫遐哭，讲神明啊，求你赦免我这个囝陪祖陪到，
去信耶稣教，你就爱赦免啦。就是这个林恰马兄弟有缘，真积极到伫教会的所在，到一个地步，伊爸母无法度都修理，甲这个林恰马修理，台湾话讲修理有几啊种的方式，该拍、该斩、该弄、该整、该讲，甚至呢，该倒掉。都是我互伊去到伫教会。但是呢，这个林恰马兄弟有缘坚持要到伫教会，个别耶稣基督是伊的主，无法度，这个爸母就用大扫甲绑伫这个红架道顶这个下骹这个所在叫做八仙道，甲绑条呢，无爱互出去。总是这个林学忠、林恰马兄弟，当厝里人无注意的时阵，用伊上济气力，甲八仙道夹起来，对民雄也甲家己的所在去做礼拜。伫落啊，真侪人就亲像咱安尼看着讲，哇，一个少年家夹一个八仙道，这什么体统呢？大家伫遐甲踢笑。总是我去看，对民雄甲家己差不多10几公里左右，行到伫家己伫遐做礼拜。所以当时教会的传道者5亿传道人，看见这种的情形，伊若搁倒转去，一定去互爸母甲拍死，所以就甲留咧，甲留当伫教会的所在，伫教会服侍，后来提供伊到伫台南新人医伫遐读册，后来伊成做初代教会台湾教会史的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传道者，伫澎湖、伫彰化、伫斗六，伫遐做牧师，传扬上帝的信息。现在伫姊妹林学忠、林恰马牧师的见证，会当激励咱坚定咱的信仰。有时阵伫家庭内底，敢若你一个基督徒会面对一个真大的困难、真大的紧张甲冲突，总是上帝要甲你伫咧。上帝应允讲，一个人信主，全家拢要得到福音，得到拯救。阿门。虽然要特别为着这个第一代基督徒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因祈祷。主阮的上帝。愿听见林恰马牧师的见证，来激励阮的心。阮也要为着今仔日伫阮的中间，第一代基督徒家庭拢还未信耶稣来祈祷，恳求上帝赐福甲因三甲同在，互因有气力，互因有信心，面对最最压迫的中间，还阁欢喜告别耶稣是主，用和解的方式，甲厝里人互相谈论信仰。谈论圣经真理，互每一个家庭拢会当成做上帝你的祝福。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第二项，咱伫这段圣经内底，咱看见的就是要争取上帝子儿的名分，要争取上帝子儿的名分。希伯来书第12章16、10甲17节。有记载旧约创世纪25章31节到34节一段故事，讲你着谨慎，免得人淫乱，亲像以撒同款无敬虔。为了一点仔食米，将大囝的名分拢出卖，后来恁知，伊想要得到老爸的祝福，煞互伊有罪。要得到上帝的名分。做子儿的名分，这毋是一个名利，这毋是一个利益，这是要成做上帝的子儿的福气。圣经内底有一句话叫做“大囝的名分”，大囝的名分，这是一个受祝福。伫这段圣经内底，雅各甲伊的大兄以扫，
以扫大胜出世，雅各较慢出世。但是这个以扫有一天去帕拉转来，拄拄亲像即马7、8月的时阵，真热。这个雅各就准备一个红豆仔汤，冰好凉，讲大兄，你要食这红豆仔汤无？你若要食，甲你大囝名分甲我换。这个大兄讲啊，大囝有啥物效？无效啦，红豆仔汤食了较凉较好，啊就甲伊换掉。后来圣经描写，雅各就得到伊老爸以撒的祝福。伫这个内底，互咱看见为什么伫这个圣经内底强调大囝的名分甲大囝的祝福，这几个真重要。头一个就是要得到老爸的祝福。咱台湾人安尼讲大孙当袂囝，迄个上大汉的孙啊，就亲像迄个买囝阿公阿嬷买囝共款会当得到财产。所以，咱看见大囝的名分为什么这么重要？第二项就当得到冤家的权柄，将来会当遗产会当传承这个家业，佫会当得到对父母所享受的家业。虽然伫上帝家庭内底，咱拢是上帝囝儿，这是何等的感谢！有真侪人囡仔出世就要神明做囝。但是咱佫较重要，就是爱护咱的上帝来做囝。今咱所读这段圣经内底，咱看见，虽望伫家庭内底，因为信仰无共款来拄着争执，但是一个上宝贵的所在，你唔知有安尼感受到，你会当真做上帝囝儿，你感觉真欢喜，真感谢。这是上帝给咱一个特别的恩典，赏赐给咱。所以今日信靠耶稣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囝儿的名分。这个名分就是大囝的名分，得到祝福的名分。所以唔是咱基督徒会当得到这个福气，会当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上大同学，大家人拢会当得到这个祝福。上帝大囝的祝福，伫家庭的内底。虽然需要通过所有基督徒做伙邀请、关心有咱的热情，通过传福音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伫羊条外面的上帝囝儿，进入伫羊条内面，成做上帝囝儿的名分。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毋是要争取伫世间的名声、地位这个名分，咱是要争取的是天顶上帝的名分。检测咱伫地面上，咱无名声、无地位，这无要紧。上重要的就是伫迄一日，上帝伫生命册拍开的时阵，有你的名伫内底，这是上重要。咱若毋好伫世间要争取国籍，毋是讲这无好。有人爱美国籍，爱加拿大籍，爱纽西兰籍，爱澳洲籍，爱欧洲的籍。上帝无共款的职分。除了这个以外，更较要紧的一项，就是咱毋知有上帝国的国籍。伫上帝生命册内底，咱有名写伫迄个内面。咱也毋通干那伫地面上要争取大楼，要争取财产，应该爱争取上帝国的产业。那安尼时阵，是上帝看做重要。咱要争取的是这个，咱要关心的是这个。第三项，咱要争取的是得胜。加拉太书第5章17节，希伯来书12章第4节写讲：圣神甲情欲相争，若顺趁圣神，就无放纵肉体的情欲。
罪欲，甲咱的情欲三尖，咱也未抵抗到伫浪费的地步。就是讲，咱活伫今日的社会内底，人不断面对着色情、败坏、有血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所看见的媒体，拢是遮的败坏的媒体，所以是咱爱靠主来得胜。有一摆我出国的时阵，住伫一间饭店，就讲转来要休困啊，电视拍开，就叫色情的电视节目，看着真紧张，较应该关起来。关起来无偌久，阁有人弄门，这饭店毋知是啥物人，讲你有要找小姐无？阮遮有真侪足水的小姐。亲爱的姊妹，咱活伫即种情欲、色情、试探、有血的中间，逐工就是安尼。咱需要靠主来得胜。咱若无靠主来得胜，就是咱的心思意念的败坏，咱就互即个邪恶的溃烂来较赢。我想咱拢有即个经验，就是一个人破病，就是歹紧走入去伊的身躯内底。人的免疫系统若较歹，即个歹紧入去搁较严重，都爱食抗生素，即个抗生素，互咱的身躯会当得到健康。所以咱身躯爱常常联络勇健，若无伫咱的空气内底有真侪病毒会走入去身躯内底。那安尼，咱就破病，咱就感冒、咳嗽。其实咱的身躯嘛共款，咱属灵的身躯，保罗讲，咱是圣灵的殿，若无照顾好势，常常有这有血、色情、败坏进入到咱的身躯内底。所以主耶稣就安尼讲，健康的人无欠用医生，独独破病的人都需要。所以咱若是健康，咱有上帝神甲咱伫地，咱就毋惊这病毒来侵入伫咱的中间。所以咱若软正，互情欲较赢的时阵，咱就爱伫迄个中间拄着互魔鬼较赢。有一个兄弟，主内兄弟结婚过20几年，有一天伊决志要结婚。总是伊好朋友来到伊的中间讲：“好兄弟啊，这一包长寿粉，搁一包三五粉，即个进口的粉，你要食长寿的，还是要食三五的？”当即个兄弟听到安尼时阵，想要结婚，但是身躯搁皮皮喘。顶礼拜，咱有刘明和牧师来咧讲解毒、食毒等等的代志，嘴烂一直流，当毋知要安怎。最后，伫即个兄弟，伊安尼见证讲，伊就祈祷讲：“主啊，你帮助我，互我赢过即个有血。”朋友佫甲伊讲：“兄弟啊，你若食薰了吼，你迄个毛病就拢无去啊，你拢会当透放啊，你会感觉真爽快。”但是即个兄弟，主内兄弟，伊佫勇敢安尼讲：“我的兄弟啊！”我即摆已经结婚啊，你莫摕来甲我引诱，因为伊讲即句话，伊就身躯有溃烂，赢过外面一切的有血伫伊的中间，伊就结婚成功。亲爱的姊妹，伫咱的生命内底，咱有真侪歹习惯、歹脾气、讲白贼、无真实，咱需要有圣神的帮助。互咱通靠主来得胜，来赢过这一切，互咱通正做主欢喜的基督徒。所以咱伫读基督文的中间，内底有一句话安尼写讲：“主啊，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凶。求主毋通带咱进入伫迄个试探的中间。”
原来意思是讲，上帝保守，互咱无拄着即个试探。上帝帮助咱，诚做基督徒伫咱的生命内底，真侪有限试探，求主甲咱同在，互咱有困难。我真爱一段圣经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讲咱有遮尔侪敬虔人，亲像云围绕着咱就爱排除一切迫害，甲咱高高低的罪，就专心吞忍抛走伫咱头前的路障，就自行看耶稣，伊是咱信心的开始甲落尾。咱就专心吞忍抛走伫头前的路障，就自行看耶稣。都会除去甲咱一切高高低的罪，一切有血败坏色情伫咱的中间，互咱通靠主来得胜。今咱通过这段圣经，互咱所看见的，就是咱爱争取信仰，咱爱争取上帝子的名分，咱都爱靠主来得胜。上帝祝福咱大家，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的听，互阮三甲伫敬拜你的中间，通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主啊，阮确信，阮伫今仔日伫信仰自由的中间，总是伫阮的家庭内底，兼且也因为无共款的信仰，有人信耶稣了后，带来伫家庭的紧张。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坚定的心志甲信仰。阮相信，上帝你要应允阮，祝福每一个家庭会当全家归主。主耶稣，阮也感谢你，互阮会当因为信靠你来得到上帝子的名分。这种的恩典甲请，互阮有热情，互阮有积极的心，来看见伫阮台湾，也阁有真侪人伫羊条的外面。互阮通过阮的生活、阮的见证，会当带领人，会当进入伫上帝恩典的国度，通正做主你的子。特别上帝啊，原在阮徛起伫一个充满有限的中间，总是阮以爱常常来亲近上帝，常常读上帝你的话来帮助阮，坚固阮的心智。较赢这一切黑暗的势力伫阮的中间，阮要靠主来得胜。特别上帝愿意祝福阮所有属于你的子儿，拢会当因为信主来活出丰盛精彩的生命。三甲祈祷，三甲感谢，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